台湾的产量刺激率无到1%，当然要进口232万公吨的太太位。也多年来，农委会出价呢鼓励转做进口替代产量，客做达公顷达期会补出4万5，也开始有减工的。头摆北部贵小总产量总额规发的，不过今年10月底，忙是中国无太位的头份市，只能北部第一只无太位产销班。屯总铺嘅头油太厂开作，总嘅面积按算对今年的38公顷，到明年呢会增加到100公顷。一只无头位产销班的班员桃园44岁，因为上海上来韩国多位后生嘅回家乡去工作，来看一班无头位产销班嘅坚持。一规太平天球，有头种下去下门正热，有头农用通力喷雾机来落皮，农民落去喊做变形金刚，加个树比春球，爱长爱短都做得。现时规则台湾北部主张21台，爱180万元，请一个2机机器树比做30万元。我哥讲的安尼行30万，我谈到30万，弄到的方面强强的，其实不要怕，这个自己小心，慢慢。就像按你一开始学视察空调。林厂房喺转到家乡嘅CT组太天龙，除咗基本監視一台變形金剛，佢嘅頭款有頭產銷班班裝嘅露台，本來係業界當局嘅足球工廠時，幾年前農委會推動CT組太天龍政策，佢就轉到家鄉耕種，肯定農作物一日見太頭，也是錢買唔到嘅滿足感。那个工作也不是我最大的梦想。我觉得做农这样子，把它那种从小顾到大，你的收成好，你看到它在成熟、在采收的时候，那个成就感胜过于帮别人工作领7、8万块了，胜过于那个股票上下赚到钱了。头份涨头10年的升级做英好事，室内还有几千公顷的田丘，头摆翻工的单单都休工，冇只种绿皮，当手种插料。过去呢，安尼头份镇啊，大部分都以稻米的生产为主啦，比如说当然过去还把有的种稻的番薯啦，但是多期因为遇到规则的农工呢，佢引起大部分都休工，因为有东北季风的影响啊。黑豆以往都是在南部比较多啦，那我们北部其实经过这1、2年，一开始是从后垄102年左右是从后垄开始有来在试种。那他后来试种的结果也收益还不错。那慢慢的，我们现在也陆续推广，那到头份这边来，以一起试种来讲，它大概有差不多2000到2500，其实整个产量也不输中南部。一起种的成绩，然后他甲掠到带耕业者来报告佢就讲，哎呦，按用做得就来种。在目前来讲班来讲有20几个班员，全部都带耕业者，有小大。有有头产銷班成員主要推廣同育苗業者，還有佢嘅CT組太天龍，前後生嘅長21歲，全班桃園大概40歲，今年2月嘅高水房被迫休工停工，推廣嘅業者一下變做無田好工嘅，故所農會同農糧署落來鋪頭轉作插量，今日始終係一期無頭嘅，桃園1公頃總係到2000到2500公斤，效果亦好。引起休工以後呢，佢哋必須要做呢，必須要到南部去，到南部去來做呢。慢慢的呢，但是喺安尼你農會輔導呢，發現講你下安尼嘅農民要國聯化，你希望講安尼嘅搶人農民呢，做得留到咧安尼地方上呢，你下要推廣一隻呢度嘅搶人呢，所以呢，嚟上個安尼期呢，係咪有乜嘅好嘅作物來轉作？一搭天將大田大好，準備要種有頭嘅，從先民咩CT組太天龍，咩頭份千做種有頭嘅農民，幾件始終嘅2年，佢看到頭份變嘅房嘅農地見來見到嘅，台灣當年沙對國外進口230萬公噸邊嘅太頭，喺講農民前嚟到出路，農地做得好好利用，又做得提高糧食自給率，好處當多。豐田嘅時間，你就變成個。佢咪掉落嚟出種嘅，看即個種嘅氣模，一開始係按樣，我還有即個本身有種嘅採樹機，故所以按樣嘅話，你係咪變成講，成本咧就按就會減下來，故所以佢就開始種嘅嘢，體驗就有成功，
你还最青苔的通力来源。不去做的话也是浪费，水稻你一直水稻轮作也是有病虫害的问题。用转做的方式呢，也对农业的利弊也有好处。虽然轮作有好处，旱作种太头，金牛群做得固淡，减少下一期水作的落皮量，又做得减少病虫害。经过农粮署推广，鼓励转作插量，苗栗县也全县大概种100公顷边呢。头份有头三小班就种为38公顷，其实休耕田还当多，加头下马唔甘100种太多，係只重要原因係，所有後生農民做農都會遇到問題，叫做機械化本錢要動出。看到安尼讲样呢，全年的变形金刚，它180万，很贵的。你180万，我要做多久才会去赚到？好在说政府对小大还有对特殊的产业，就像这个黑豆，我们成立这个班，有困难，农粮署各方面政府机构有帮我们说减轻负担。我们这个产销班它的组成也是比较特殊，它是属于都是大专业农。那大专业农的话，它刚好符合我们署里面的一个政策。署里面是希望说，因为整个北部沿海地区来讲的话，它整个水稻1年是2期做，那我们希望倒做单期化。做農加上望田落實，連線兩排，張中無結構嘅舞台位，拄好拄到今年連登來幾隻強烈風采，年代屬神，大概搶存到80。拄到2隻颱風，一隻我種誒。佢3隻颱風來，又唔敢種，到啲薄荷杯要後田嘅種得嘅，我哋要種下來要拄到杜鵑。今年做唔好，你明年都做到做咩？講緊人哋客家年條個講緊硬頸嘅精神，你今年唔好，明年都要繼續，明年做唔到後年咩？我覺得農業就是人在做天在看，你有付出，老天爺不會太虧待你啦。專業農民按政治最堅持做到成功，加高聽年計劃係繼續擴大種嘅面積，種到100公頃，係種北埔青苔有頭3小班。農民負擔一部分，政府來補助一部分呢，也對搶嘅農民也非常嘅歡喜，所以呢，預計呢明年呢，也要有100公頃以上嘅面積。到農民多些嘢冇體力好工作，甚至到農地邊嘅房，如果行買踢去高級農沙，一群較後生農民希望改變農業風貌，希望專注插量賺得到錢，農地做得好好利用，可俾後生人接定來做，農業最永久發展嘅希望。